今日呢要介绍的就是油葱小卷，母啊，来啊！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达英妈妈，叫我阿达妈啦哦。我自细汉就是食你的小卷，啦，食到大汉。你安尼敢看有？淡薄看无。恭喜哦，大头家，恁查某囝今年有好的姻缘，你要抱金孙啊！迄毋是我的查某囝，是我要娶的新娘。差43岁呢。这是我的助理啊，不是叫你卖请款的。米会晓拍鼓鲁，今日无我讲。啊，伊是有啥要甲你报告？对啊，你也不是教官，你也不是因爸爸，你讲是里长，你到底是啥？哦，阮朋友的啦，摕2个呢。